明仔载投票日，为着要减轻少年家回乡投票车钱压力，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今年也发起青年民主回乡列车，鼓励少年人参与政治，学生囡仔开113块，就当坐车登故乡投票。若讲到明仔载天气，各地头是侪云到好天，鼓励民众就爱出门投票。 拜六就是投票日，一侪人拢赶伫拜五要回乡投票。台铁和高铁伫1月12至15拢有加开车房。另外，为着要鼓励少年家回乡投票，减轻车资的压力，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今年嘛发起青年民主回乡列车。拜五下晡伫台北车头有开3班客运头班车，要往花莲、高雄、屏东载这少年家登去投票。 台湾的投票制度必须要回到户籍地，因此对年轻人造成一些结构性的困难。年轻人也更正当的认为，不回家投票好像也不会影响什么。好，那我们希望可以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因为我其实是住在云林，那其实到台北这边念书，那如果说我搭高铁回家，其实以来回的车票来讲，就快要2000元。所以我觉得这个返乡列车其实是可以帮助我解决这些困境，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来参与的。 今年回乡列车拍算会当协助1200个20岁至35岁少年家回乡投票，车钱只要113块，计共52条路线，就是希望少年家积极参与政治。因若拜六除了东半部会落一寡雨，气象署表示各地多数是这份好天。 在东半部地区，其实明天的一个降雨机会是会比较提高的一个情况。那特别像是在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这一带整天都会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降雨出现。 最后，爱提醒民众，虽望拜六各地多数是好天，不过早暗温差大，要是爱注意低温。中部以北低温10度至14度，原来新竹嘉义南投透早低温可能无10度，不过若出日头，气温就有20度以上。记者综合报道。